家喺英國倫敦啊。咁啊，今日咧係5月24號，咁眨下眼咧都已經去到2026年嘅年中啦，仲有多個零禮拜。咁因為意味住咩咧？雖然今年都過咗一半，咁但係咧 VIMA 咧已經由我哋12月、1月咧11個國家咧已經躍升到17個發展中嘅國家同地區。咁如果係預計去埋下半年咧，包括埋泰國啦、澳洲啦、羅馬尼亞啦、法國等等咧，係會超過2字頭。咁未來5年，公司未來5年都係目標有50個，絕對唔係誇張。所以如果你仍然係未認識 VIMA 嘅話咧，你可以了解下尤其是你對皮膚想有改善啦，想試下去即係做好你嘅膚質嘅朋友咧，即係如果你話咧係我冇啊，我都有用開啊，你繼續留意下啦，係啦，因為可能唔係單止用㗎，因為除咗用之外咧，我哋講緊一個公司嘅發展咧，我哋都係好需要好多新力軍，係啦，因為咁多個國家真係有唔同嘅朋友，真係需要有好多大量嘅朋友。咁所以如果可能你哋仍然留意，但係未有即係任何想再加入唔緊要啦，即係留意下我哋嘅最新動向啦，一樣咁歡迎咁開心嘅。淨係用嘅朋友繼續皮膚好，有繼續加入力萬事業嘅，或者 VIMA 事業嘅，我哋一齊起步進步。嚟緊雖然仍然有半年，日子唔係多，但係仍然有機會。大家好啊！大家聽唔聽到 VIMA 嘅號角聲咧？係啦，無論你發現咧越嚟越多人，無論係圖片啦、影片啦，各樣嘅嘢咧分享啊，係啦，即係唱埋歌㗎啦，就嚟跳埋舞㗎啦，OK。咁所以真係你唔好當聽啊聽唔到，睇又睇唔見㗎啦嚇 ，OK。真係即係最得閒就知下啦，如果你知多咗咧，好嘢同人分享，OK。得嘅。